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黄子佼，因为有2000外题未成年的性影像，一审方判刑8个月，案件上诉到高等法院，黄子佼积极来和解，到今仔日为止，已经甲21个被害人达成调解了。早起高等法院第5届来开调解庭，黄子佼的律师团甲5个被害人达成和解，和解的金额平均一个人大约是20万。到目前为止，还阁有半数的被害人也未甲黄子佼来和解。这届嘛是黄子佼甲伊的太太传出着离婚的消息了后，第1届来开庭。黄子佼是真罕见无来出现。黄子佼的律师团讲，针对着离婚，并无得到黄子佼的授权，所以无法度对外来讲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